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小朋友中耳積水個案。佢久治不愈，經中醫調治之後好返。小朋友避免咗放置導管嘅手術。3歲嘅欣欣平時容易感冒，呢一次感冒好犀利，燒到滿面通紅。佢成日暴喊，非常之煩躁。爸爸媽媽即刻帶佢睇醫生，話係中耳炎。食咗藥之後，欣欣冇發燒啦，亦都冇咁煩躁。但係欣欣成日用手揞住個右耳，成日話耳仔塞住。覆診就話中耳炎導致中耳積水，即是話耳膜入邊積咗一灘水啊，就好似一杯水咁樣，倒又倒唔到出嚟，焗住好唔舒服。3個月之後，醫生話可以考慮做一個小手術，放一條小導管喺耳入邊，將啲液體導出嚟。一聽到細路女要全身麻醉做手術，爸爸媽媽即刻心驚驚啦，實在唔捨得。整之下就帶咗欣欣嚟睇中醫啦。第一次見到欣欣，睇起嚟身軟腍腍，好疲倦。佢胃口又唔好，大便乾，2-3日先有一次大便。睇症10幾分鐘。佢成日用個手仔撳住個右耳，話塞住唔舒服啊，細聲咁樣話。佢條脷咧淡白，有啲白白利利嘅脷苔。呢個係細路女脾胃虛弱、濕濁、邪毒滯留耳蹻之故。欣欣經常感冒，又發生咗中耳炎。身體入邊嘅正氣就好似守城門嘅士兵，同兵邪大戰。打完仗之後，元氣大傷，好攰啦，即係正氣耗損咗好多。再加上佢之前食咗抗生素，就好似啲猛藥攻擊咗啲胃人，身體嘅正氣都傷埋啦，導致咗濕濁邪毒滯留喺耳蹻，唔肯走，就變咗正虛邪攣嘅狀況。對付呢，唔可以再猛打猛衝，先要輔助正氣，再趕走濕濁邪氣。用咗白術太子參，就好似俾士兵補充體力咁，幫欣欣強壯佢嘅體魄。再用蒼術黃柏趕走病邪，茯苓澤瀉就好似喺身體嗰度開咗個排水口，將濕濁之邪通通經過呢個排水口喺小便嗰度排咗出去，俾呢啲壞東西一個出路。就咁調理咗3個星期，欣欣再冇用手仔揞住個耳仔啦，耳仔就冇再塞住嗰種感覺啦，面色紅潤翻，食飯香咗，大便都通晒，中耳炎就康復咗啦。為咗使中耳炎唔再反覆發作，避免欣欣次次感冒都連累耳仔，我就教佢爸爸媽媽煲湯水俾佢飲。呢個湯水有維生10克、薏米10克、陳皮2克、太子參10克、無花果3粒。每個星期開始就煲2-3次，之後慢慢減少，1次只有10日1次咁樣咧。呢個湯水溫溫和和，健脾胃、去濕氣。細路女飲咗之後強壯咗好多，感冒都少咗啦。就咁，欣欣唔使做手術，靠中醫嘅調理，
終於擺脫咗呢個中耳炎嘅煩惱，又可以開開心心咁樣玩耍啦。如果你有耳鼻喉科嘅問題，想知道中醫點樣調理，就話俾我聽啦，我可以考慮喺以後嘅議題講講。最後請你關注、點讚同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啦。